线，永远不改变。国度全名能力归给他，公义慈爱显威严，亘古到永远。神掌权到永远，在天地之间，你诚心不穹苍，画出地平线，将人于此丰年，还不越过界，神掌权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1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松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赞美感谢你的名。我们清晨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同心合力的来做圣经的共读，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这个时候外面下着大雨，中南部也正遭受着大雨的侵扰。我们求你让整个人民生命的财产损失到最低，救灾的工作也能够顺利。我们相信台湾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悟性，也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在你所赐的日子里面又长进又喜乐。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好，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那看见撒母耳非常的悲伤难过，但是上帝停止他悲伤的良药，就是让撒母耳知道上帝已经开始预备新的人选。那也从这个耶西的后裔，也是犹大支派，那犹大要为王的应许，是从创世纪这个利亚生了第4个儿子，对神的赞美就开始成为一个祝福。那在撒母耳去耶西的家中来高抹上帝的受膏者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知道上主看人不像世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那这个内心更重，比这个外表更重要。那也让我们看见扫罗他消灭圣灵对他悔改的感动所以他虽然2次的认错，但是他后来不断的变本加厉，连撒母耳他也把他列入在这个严密的监控当中那最后换来是从上主来的邪灵来搅扰他。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17章到18章的第5节。那先请宋会长带我们来读17章的第1节到第11节。17章第1节，非利士人聚集在犹大的哥索城，准备打仗。他们扎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之间的以弗大底。扫罗和以色列人聚集在以拉谷扎营，在那里准备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列阵在一个山上，以色列人列阵在另一个山上，中间隔着一个山谷。有一个加特城的人名叫歌利亚，从非利士营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这个人身高差不多3公尺，穿着重约57公斤的铜铠甲，头戴铜盔，两腿也用铜甲保护着。他肩膀上背着一杆铜标枪，它的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粗，铁矛头就有7公斤重。有一个兵拿着他的盾牌在他前面开路。歌利亚站着，向以色列的军队喊叫：你们在那里做什么？列阵打仗吗？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奴隶，挑一个人出来跟我打吧。如果他打赢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如果我赢了杀了他，你们就做奴隶服侍我们。今天我向以色列军队挑战，
你们敢不敢派人出来跟我打？”扫罗和他的军队听到这话，都惊惶，非常害怕。那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一段经文，就是大卫来打败歌利亚。那这一段的记载是从非利士人主动来攻击甚至来逼近犹大地区。那我们之前从约拿单的事件当中也看到，这是非利士人的来攻击那在这个讲到几个地方，说歌和亚西家之间的以弗大民好，那这个地方虽然在圣经没有常提到，但是主要的摆阵的地点是在以拉谷。那以拉谷呢，是比较靠这个非利士和以色列的交界当中，那它也是一个军事的要道，那所以对这个如果这个以拉谷如果打败的话，那一样这非利士人军队就离这个扫罗的故乡基比亚，甚至来到耶路撒冷、伯利恒，那更加的靠近。那从这个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地形，这个以拉谷的地形呢，就是在一个在山丘当中的一个平原。那这平原是一个狭长的地形，那这地形呢是适合在那边来摆阵，甚至适合在那边来成为一个战役战场，也成为这个早时这个电影上面看到的战争的情节。那这张空拍图可以看得更清楚，甚至连这个远方大卫的故乡伯利恒，大概都可以从这空拍图当中来看到。所以大卫的家乡在那边，但是现在这个非利士人校正来到了这个以拉谷的地区，那甚至是主动的来挑战这个以色列的君王。那但这场战役特别的地方呢，是他们派出了加特人，是歌利亚。那歌利亚的名字的意思是光彩灿烂，那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跟他的外表一样。那现代中译本直接把它用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方式，将近3公尺甚至光他身上穿着的铠甲，这么高大的人，那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有制铁的技术。所以他们有这个冶铁的技术，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铁制的兵器，那这些的战争的武器，那光这些他穿在身上的就一个人的重量所以这个是超乎常人，异于常人。虽然扫罗他也是比人家高出一个头，但是现在这个不是只有高出一个头是比人高出一个人的这么高的身高。那所以连扫罗他也害怕。甚至连歌利亚他手上的兵器的这个铁的矛，光那个矛的头就重7公斤大概是2包米的这个重量所以拿在手上所以充满了力量。那所以从这个图当中也可以看到，一般歌利亚大概是3公尺290多公分那一般的士兵大概是在170公分所以多了将近快1倍的高度，那还有加上他身上的重量，所以非利士人选择就是用1对1单挑的方式那说如果各派出一个人那当然非利士人派出就是歌利亚光彩灿烂。那看以色列要派出谁那以色列人派谁呢？那当然是派扫罗毕竟前面的经文那么来看就是扫罗他不仅高人一个头甚至扫罗上帝还是与他同在让在他打败亚玛利人之前呢他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是现在扫罗呢看到这个歌利亚，扫罗也躲起来所以因为主要的原因还是16章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让扫罗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勇气那甚至歌利亚还提出了条件谁打败谁就做另外一方的主人，另外一方就得做他的奴隶不过从这个故事后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做以色列人的奴隶他们反而是逃跑夺命了。所以这个也都是敌人在摆阵之前的一个布局那表面说的很好听就是出来单挑，但是输了也是没有真的就成为对方的奴隶。好，那接着再请宋会长老带我们来读12节到第19节。
大卫是犹大的伯利恒城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扫罗做王的时候，耶西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的3个大儿子跟扫罗去打仗，最大的叫以利亚，第二叫亚比纳达，第3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儿子。当这3个哥哥跟扫罗在一起的时候，大卫有时会回伯利恒替父亲放羊。歌利亚每天早晚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有40天之久。有一天，耶西对大卫说：“带10公斤烤好的麦穗和10个饼，赶到军营去看你哥哥们。你把这10块乳酪送给指挥官，看看你哥哥们的情况，并且带一点东西回来，证明你看到了他们，他们一切都好。扫罗王，你哥哥们和所有的以色列军队都在以拉谷跟非利士人打仗。”好，谢谢。那这里再次又介绍了大卫是耶西的儿子，是伯利恒城以法他人。好，那我们在昨天16章都有介绍过。那甚至耶西的3个大儿子的名字，好，也再次提到，也是在昨天16章的第6节到第9节也都有提过。那14节提到说大卫是他儿子中最小的，好，那可能是出生排行是第8。好，但是呢，在16章的时候，上帝已经让撒母耳来膏他，好，只是呢膏他之后，这个举动呢，好，对耶西或是说对大卫的其他哥哥们来讲，好像没有感受到特别的意义，但是却是在大卫的心中或是大卫的灵中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是耶和华的灵来感动他。好，但是大卫还是继续做他牧羊放羊的工作。那他的3个哥哥，好，这个好几个哥哥的，可能3个呢都是在20岁以上，好，所以被征召出去打仗。好，那所以可见从第4个哥哥开始呢，还没有满20岁。那在这个非利士人来校正的当中，好，那这个耶西呢，就是要求大卫呢去替他的哥哥来送饼哦。好，那为什么不叫老4，不叫老5，不叫老6，好，不叫老7，偏偏要叫最小的老8去？好，那这可能是大卫他比较勤快，或是比较听话，好，或是他的工作来讲是比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所以他可以抽身。好，那所以耶西也对他的小儿子大卫，好，说叫他带的饼和这个奶饼哦。好，那这个烘好的饼和奶饼，好，那是奶饼是指的是像奶酪这样子的东西啊。好，那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好，那或许也因为这个耶西的年纪老迈，好，因为前面有提到，好，这个耶西年纪好，那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到这个前线去，那但是让这个大卫去也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哦。那大卫这个时候的年纪大概会在几岁？好，那有的认为是在15岁左右，好，那有的认为在17岁左右，好，但是大概来看呢，应该还是在20岁以下，好，甚至在18岁以下。好，那所以大卫他就帮他的父亲跑腿，那好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外送员一样。那主要除了带饼去，好，那就是给他的哥哥们好加添一些补给品、营养品之外，那也希望能够传递好他的哥哥还平安的消息。好，因为当时不晓得这个战场前线的战争的情况。所以大卫成为这个跑腿的后面的支援哦。那他们一样就是在这个以拉谷的地方。好，那但是呢，这个歌利亚呢已经40天了，好，就是40天，每一天都早晚出来站着，就是早上晚上，好，那像这个以色列人来校正啊，但是以色列人啊，特别是以扫罗来带领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派出来，好，那他们大家都在等待这个扫罗什么时候要拿出勇气，好，但是扫罗呢，始终从头到尾，好，都不敢去面对这个歌利亚。
那我们继续再请对，那这个从伯利恒呢到这以拉谷的距离呢，好，那从地图上来看，不是很远，但也不是很近哦，好，所以大卫要送这一段的路呢，好，也是有一段的距离哈，有一段的距离。好，那我们接着再请宋会长带我们来读20节到27节。第二天，大卫很早起来，把羊群交给别人看管，就照耶西吩咐他的话，带着食物去了。他到达军营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出阵呐喊应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的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大卫把食物留在供应官那里，跑到阵前找他的哥哥，问他们的情形怎样。当他跟哥哥们讲话的时候，歌利亚上前来，跟以前一样，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听到了。以色列人一见到歌利亚，就惧怕逃跑。他们彼此说：“看那个人，听他向以色列人骂阵。扫罗王悬赏要赐给杀死歌利亚的人一大笔钱，就要把他女儿嫁给他，豁免他父家应纳的税。”大卫问他旁边的人说：“若有人杀死那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他会得到什么呢？到底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藐视永生上帝的军队？”他们就告诉大卫，杀死歌利亚的人可得到的奖赏。那从17章的20节开始呢，好，这是一天当中发生的事啊。那这一天呢，从17章的20节要到18章的第9节啊，好，那才会结束。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这段经文都是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好，那第二天大卫很早起来，好，那就把他的羊群交给别人来看管。好，因为前一天他的父亲交代，而且连东西都准备好。好，那这个很早呢，可能也是天都还没有亮。好，因为这段路呢，好，也有10几公里的路啊，好，所以大卫就要早早出发。那到了军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好，那还在出阵呐喊呢。好，那这也就是指那个加特人歌利亚。那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同样军队面对面摆好阵势。好，那他们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但是非利士人呢，好，也还是想要靠歌利亚的这个气势，还有他的这个体型，还有他这个外表上面的这个来取胜啊，好，希望能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把消对方的这个气势。那以色列人看到歌利亚呢，好，就惧怕逃跑，好，所以就算有人要出来打仗，好，或是要出来1对1的单挑，但是看到歌利亚一出来，好，那他们还是不敢继续往前，所以彼此叫骂。好，那甚至彼此说，以色列人彼此25节，以色列人就彼此说，这个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来骂阵。若有人杀他，王有3个条件：第一个，王要赏赐他大财；第二个，王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第三个，王要免除这个人在以色列当中所有父家，好，就是他的家中所有纳粮的服役啊。这个纳粮的服役呢，好，之前撒母耳好要对百姓说，你们要求一个王，好，就必须要纳很多的粮，要缴很多的税，好，就必须要来养政府的军队，好，那这也都是百姓愿意，所以这个事情好也已经来成就，已经发生了。好，那但是呢，大卫他到了这个到了阵营当中，好，那把东西好交给了这个看守物件的人，好，那他呢就要去战场，想要去见他的哥哥，好，因为呢他的父亲有交代，好，要大卫要个凭据回来，好，或是说要他带一个信息回来，好，这个信息回来就是至少知道他的哥哥们好不好，好，所以大卫他也真的就跑到前线去啊。好，那但是到前线去的大卫呢，好，却听见好这些军队中的传闻，好，就是有人来向非利士人叫阵。那所以大卫呢，他非常的讶异，好，那所以大卫的讶异呢，好，我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好，描述的非常的仔细啊，好，所以可以让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大卫他心中所想的，就是26节说，
若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羞辱，会怎么样呢？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啊？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啊！所以大卫他从小或是在他17岁以前，那他就有一个非常对上帝坚定的信心。那这坚定信心就是他对上帝毫无怀疑，他对上帝的这个大能或是上帝的子民呢，是没有其他的悬念呢。所以就算是外界外面遇到什么样子的这个对上帝不利的情势或是情形但是大卫的心中还是没有对上帝有动摇，他非常的坚信。好，那所以27节，百姓也回复大卫说，若有人杀了这个歌利亚，好，那就会得到这个扫罗王的3样的奖赏。好，那我们再继续请双会长老带我们来读28节到33节。大卫的大哥以利亚听见大卫在跟那些人讲话，就发怒，对大卫说：“你来这里做干什么？谁替你在野地看羊？我知道你在动什么歪脑筋，你只是来看打仗的。”大卫说：“我做错了什么呢？难道我问一问也不行？”大卫转向另一个人，也问同样的问题。每一次大卫问人都得到同样的回答。有人听见大卫的问话，去告诉扫罗，扫罗就叫大卫来。大卫对扫罗说：“陛下，我们用不着怕那非利士人，我去跟他打。”扫罗说：“不行，你怎么能跟他打呢？你只是一个孩子，而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人。”那在这里大卫见到了他的大哥但是呢，大哥看到大卫并没有很开心。第一个他想到是安妮的羊呢，第二个想到你为什么来这里，第三个想到就是你来这里好，一定就是你有一些的动机。好，那这个歪脑筋呢，现在中文翻成歪脑筋。好，那和合本是说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啊。所以大哥看大卫呢，看到他并没有很开心，好，反而是很生气。好，那到底气什么？好，那是不是跟大卫被膏有关？好，那但是他说你就是来看打仗的，好，就是来看热闹的。好，那但是大卫好的回应呢，好，说我做错什么？难道我问一问也不行吗？好，所以大卫不是在那边傻傻的被骂。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大卫，不管跟扫罗之间的互动相处，好，大卫人家骂他，大卫也都会回嘴好，只是回嘴呢，他都回得很有理好，那就是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大卫他到底内心好怎么来回应。好，当我们要认识大卫最好的方式，除了从撒母耳记上，还可以从大卫的诗篇好来看大卫的内心的世界呢，是非常的丰富那他光自己的内心写诗篇好，常常问上帝，无语问苍天，但是到最后还能够继续的赞美神好，回到犹大支派的精神好，继续的赞美。好，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好，那大卫呢，除了看见大哥对他不高兴，他又去问别人，好，问同样的事情，好，就是到底杀死这个人会有怎么样？好，那这是大卫非常 care 的事情，以至于呢，有人就把大卫在阵中问的这个事情，因为大家看到歌利亚就连问都不敢问，就躲起来。反倒是大卫可能还没有看到歌利亚或是大卫也看见了歌利亚，但是大卫可能没有受惊吓。那但是大卫呢，他就心里面在想要怎么样打败这个歌利亚，或是怎么样打败这个敌人，以至于有人就把大卫到处问的这个事情来告诉了扫罗。而扫罗呢，就燃起了这样一丝丝的希望，大家都没有人跟他打，因为连扫罗自己也不敢。现在居然有人在问说打败歌利亚会怎么样，打败歌利亚会怎么样。好，这样的风声呢，好，就传到了扫罗。所以前面有提到大卫替扫罗拿兵器，还有大卫替扫罗来弹琴赶鬼，但是呢，大卫跟扫罗之间呢，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关系或是很亲近好，因为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一段，好，大卫跟扫罗甚至连他是谁，连他的名字叫什么都不晓得。好，所以就算是在扫罗身边拿兵器，好，大卫弹琴来替扫罗来赶鬼但是这也是在对扫罗来说，他也是一个不重要的人。好，那大卫见到了扫罗，好，他就自告奋
奋勇，说我们不用怕，我要去跟他打。那扫罗说不行，你怎能跟他打？好，你还是个孩子，而对方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巨人，而且他这么高大，这么强壮有力。好，那再请宋会长老带我们来读34到40节。大卫说：“陛下，我是为父亲放羊的，有时候狮子或熊来抓去小羊，我就追赶他，击打他，救回小羊。如果狮子或熊袭击我，我就抓住他的须，把他打死。我曾打死狮子和熊，同样可以杀死那个藐视永生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你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他也会救我脱离那个非利士人。”扫罗说：“好，你去吧，上主与你同在。”扫罗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有一个铜头盔和一件铠甲。他把铜头盔戴在大卫头上。大卫把扫罗的刀系在铜甲边，想走却走不动，因为他不习惯穿戴这些。他对扫罗说：“我不能穿戴这些去打仗，我不习惯。”于是他把盔甲都脱掉。大卫拿了他的木杖，又从西边捡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牧人用的袋子里，然后带着投石的弦出去迎战歌利亚。好，那从这个大卫这一段的对扫罗的对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大卫第一个他有口才。好，那这个口才呢，也是在16章的18节，就是上帝的灵与大卫同人对于这个大卫的介绍说他是和大能的勇士，说话和一样。好，所以大卫用短短几句话，本来扫罗不让他去，居然扫罗愿意让他去。好，第二个也看到大卫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他能够赢的关键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不管他怎么样打死狮子或是打死熊，但是他都是靠着上帝的拯救，所以他对上帝有信心。第三个我们也看见大卫他的谋略，其实大卫他可能已经看到了歌利亚，知道他身形高大，但是大卫心中有想法，知道怎么样打败歌利亚，只是他不说。好，那同时扫罗要给他铠甲，但这铠甲呢，大卫穿不习惯，而且大卫可能已经也计划好他要怎么样来取胜，所以他就去西边捡了5颗的小石头。好，那这个小石头就是最后大卫得胜的关键，而且大卫只有捡5颗。那这5颗表示说大卫很有信心，5颗石头他就可以就可以命中要害。好，所以这样的练习呢，不是现在才练习，是平时就需要练习。所以从这空拍图当中，大卫他大概在这个跑来跑去的过程当中，那他也一边在勘察这里的地形，也了解这里有的什么样子的装备。即便他们靠的是军器，靠的是铠甲，靠的是兵器好，但是大卫靠的是口才，靠的是信心，靠的是他的谋略。好，那他也预备好要上战场。好，那我们再请宋会长带我们来读41到47节。那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走来，替他拿盾牌的人走在他前面。当他走近看清楚大卫的时候，就藐视他，因为大卫只是一个双颊红润又英俊的小伙子。他问大卫：“那根杖是做什么的？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于是他指着自己的神明咒诅大卫，向大卫挑战，说：“来吧，我要把你的尸首丢给飞鸟野兽吃。”大卫回答：“你来打我，是用刀、矛、标枪，让我打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他就是你所藐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打败你，砍下你的头，我要把非利士兵士的尸体丢给飞鸟野兽吃，这样普天下就知道以色列有一位上帝。”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上主不需要用刀或矛来拯救他的子民，他战无不胜，他要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好，所以大卫几乎是双手空空来到歌利亚面前。好，那看到
大卫是面色红润哦，好，双颊红润，表示说大卫连胡子都还没有长胡子，好，那但是呢，只派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好，来把非利说你把我当这个歌利亚说你把我当成狗嘛，但是大卫的开战宣言呢，好，提到说，今日耶和华已经把你交在我手里，好，所以大卫很有信心的来宣告，而且我要砍下你的头，好，而且我要把你的尸体，好，反过来把你的尸体丢给，好，你说要把我的尸体给空中的鸟和地天野走兽，好，但是我要反过来，上帝要使你的尸体给喂鸟跟喂走兽。而且47节，好，是要让全部会众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好，那在14章的第6节，约拿单的时候呢，好，他也有这样的信念，好，说耶和华征战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和人少。好，那大卫也有这样子的信念，就是战争全在乎耶和华。好，所以这个两个人的体型悬殊，但是呢，他们就这样子开战起来了。好，这是40天来第一个赶上去来挑战歌利亚的就是大卫。好，所以从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和歌利亚，好，这个体型对照是非常的悬殊啊。好，那再请宋会长带我们来读48到54节。歌利亚开始走近大卫，大卫迅速的跑向非利士人阵前应战。他伸手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石头，用投石器向歌利亚甩去，石子打中歌利亚的前额，打破了他的头盖，歌利亚就脸朝地倒了下去。这样，大卫没动刀，只用一个投石器、一块石子就把歌利亚打败了。大卫跑上前，踩在歌利亚身上，从歌利亚的鞘里拔出刀来，把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和犹大的军队在后面追击，呐喊赶杀他们，一直追到加特和以格伦城门。非利士人死伤遍野，沿着沙拉因的路上，一直到加特和以格伦都是。以色列人追击非利士人回来以后，掠夺了非利士人的营地。大卫带着歌利亚的头到耶路撒冷，把歌利亚的武器留在自己的帐篷里。好，那么看见大卫只有一次就成功，因为这个石头是单数的。好，那所以大卫他不是幸运，他靠着是他的谋略、智慧、信心和勇气啊。好，那还有他做事情的方法。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以拉谷当中，大卫就这样来取胜，甚至让非利士人的这个整个军队呢就瞬间瓦解。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成为以色列的奴隶啊，反而是开始来逃跑，所以他们就不断的来追赶，那甚至追赶到了以格伦，追赶到了沙拉因，追赶到了非利士人的境内啊。那大卫也砍下了歌利亚的头。那这里提到说把那个歌利亚头拿到耶路撒冷啊，但是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是耶布斯人住的地方哦。好，那大卫也把这个非利士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哦。好，那我们再请宋会长带我们来读55到58节。扫罗见大卫去打歌利亚，就问他的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年轻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回答：“陛下，我发誓我不知道。”扫罗说：“去查他是谁的儿子。”大卫杀了歌利亚，回到军营以后，亚尼尔带他去见扫罗，大卫还拿着歌利亚的头。扫罗问他：“年轻人，你是谁的儿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呢，他只是帮他拿兵器，帮他弹竖琴啊。好，现在才要叫亚尼尔。好，亚尼尔在14章就有出现。好，就是扫罗的叔叔的儿子，等于是他的侄子，是他的堂兄弟啊。好，堂兄弟，好，是他的元帅。好，那知道大卫的身份。好，那最后我们再读18章的1到5节。18章第1节，扫罗跟大卫说完话以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深深被大卫所吸引，他爱大卫像爱自己一样。从那天起，扫罗留大卫在身边，不让他回家。约拿单因为非常爱大卫，像爱自己一样，就立誓跟大卫结为生死之交。他脱下自己身上的袍子给大卫，又把自己的盔甲、刀弓
的腰带也给了大卫。大卫在扫罗委派他的一切任务上无往不利，因此扫罗派他做领军的官长。这件事使人民和扫罗的臣仆都很高兴。好，谢谢。那所以扫罗面对了大卫，好，正式的正眼看他，过去没有好好的正眼看他，现在他正眼看他，真的是让扫罗眼睛一亮。但是眼睛更亮的是在旁边的约拿单哦，好，约拿单呢，好，他的信心跟大卫的信心，两个人信心好像磁铁彼此的契合。所以在这里讲到说，约拿单非常的爱大卫，像爱自己一样。好，那这里的爱呢，好，并不是同性恋这种同性之间的爱啊，而是他们都有一个对上帝的信心，还有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勇气，还有他们都有这样的谋略啊，所以真的让约拿单好，他们两个就立约好，所以第3节讲到立约好，这个约呢是英雄惜英雄，是一个严肃的誓约。这个约甚至代表说，如果有一天对方成功了，自己要成为他全力来辅佐他，辅佐对方这样子的约啊。所以甚至约拿单把自己的外袍、腰带、战衣、刀弓都给大卫啊。那第5节提到扫罗就差大卫不论去哪里都做事聪明，甚至立他做领军的官长。和本是写军队的指挥官，原文是指在众军人之上啊。所以在这一天当中呢，歌利亚40天来呢，歌利亚让以色列吓破胆，不敢上战场。那大卫他是一个外送员却意外成为这个战争的主角。那圣灵或是耶和华的灵在大卫身上动工，让大卫大发热心，勇敢挑战巨人。其实不是只有一时的热心，而是他已经都有思想好。那最后大卫从放羊的孩子变为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再次看到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从经文当中的每一个文字、每一个叙述，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你与人同在的时候，你要使人来靠你得胜，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大卫的口才，学习大卫的信心，学习大卫的谋略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知道战争的得胜不在乎人，而在乎耶和华，也不在乎人多，不在乎人少，而在乎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愿主你也与我们同在，也再次看顾全台湾各地，特别在大雨当中或是大水淹水当中的地区，也求主看顾怜悯保守，把我们今天所做的事项以及各样的出路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松辉长老，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平安，平安。